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28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来讲国内疫情，昨咱无新增加的本土个案，不过死亡个案有1例，也若带病入境的有7例，而且带病入境的有1位是已经做过 AZ 和莫德纳以后要染病，是一个突破性的感染个案。也若 BNT 会标上紧的8月底就会到台湾，指挥中心讲会先予学生囡仔来住。今日下晡2点，民众就会当伫咧线顶来登记。国内新冠疫情佫传出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连7无本土病例，不过新增加7例境外移入，分别对瑞典、美国、印尼甲印度入境。另外，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1例死亡。内底注意的是，有1例对美国入境的本国籍女性，把自 AZ 甲莫德纳超过14天，有关突破性感染。那在4月底的时候接种过 AZ 的疫苗，8月8号又接种过了莫德纳的疫苗，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位是这个混打以后出现突破性感染的一个病例。另外，咱国家己采买26万5000剂 AZ 疫苗，早起11点37分对韩国的仁川机场运到桃园的国际机场。疫苗对货舱送出了后，海关的人员执行验货停输了后，由冷链货车运送到领都的物流中心去放。当完成检验停输了后，就使互民众注射。26.5万剂的 AZ 的疫苗，那今天中午已经到台湾了。好，那它这个到效期是到2021年的12月7日。中间检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基本上像 AZ 大家都可以在7天可以来完成。另外，指挥官陈时中也证实，头一批 BNT 疫苗大约195万剂，上近8月底运到台湾，除了保留120万剂予学生来住，剩的数量依照注射的顺序逐步来开放。礼拜下晡2点的重新启动疫苗的登记平台，并且加入 BNT 的疫苗选项。这些学生都从来也没有这个机会来施打，所以我们新进来的这一批就会给学生就是12岁到18岁的来施打。那当然接下来如果当然还有量的话，那当然还是像以前从1至4类的，然后根据人口年龄别往下来做开放。指挥中心也公布，过去1礼拜境外移入基因定数有16例Delta变异株，CT值对9到29不等，其中8个人是已经注射2剂疫苗，而且满14天的突破性感染。总计即阵总共验出有83例Delta变异株，即阵境外Delta压力也是真大，边境也是爱严加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有菲律宾籍的船长出海，结果发烧，送病院了后救无转来，过身了后才去互验出是新冠肺炎阳性确诊。一台巴拿马的货轮是这个月25下晡到台中港落货了后，26下晡离开，前后伫咧台中港的码头停至少1天，才去日本。想袂到讲26暗时呢，要去台北港外海的时阵，这菲律宾籍的船长全发烧，请求急救了后，全不幸死亡。我让他停泊在台北港，那协助用吊挂的方式到上岸，那送往医院之后，不幸来这个到院前就死亡那后续做疫调的部分，我们已经有针对在台中港停泊的期间所接触的对象，那也有做了这个完整的疫调。那目前是匡列了一位港务的同仁那其他的人员呢做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表示讲呢，这位船长经过采检，确定是新冠肺炎的确诊者。虽望讲伫咧台中港无任何的船员有落船，不过要是有进行大消毒。即马呢是有扣列一个港务公司的员工来隔离。咱来讲，大家真关心的5倍券，行政院讲呢，上紧10月初就有法度来领到。地方政府呢，即马是做伙来塞这个振兴券，希望带动地方的产业。亲像桃园就塞200块换400，因为伫咧新北是塞5000，通好换1万。透过这个活动，希望会当来进行地方的市场。行政院推出振兴5倍券，按照10月初实施。桃园推出另外活动，好市券3.0，配中央振兴券，以200块振兴券加倍换做400块的好市券，上细面额是100块。
针对数位进行馆的部分，嘛规划结合市民卡、绑定数位进行馆，伫桃园消费满5000块，会当阁加抽1000块。好事券会以发行这个200块的振兴券换400元，那每张100元的桃园好事券，金额放大1倍，那面额缩小。新北市增加会当上悬5000换1万的活动。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这个活动上细名额是50块，要让民众去菜市仔买菜的时阵，免找钱搁里边。就单单采取用加倍的方式，1000换2000，5000换1万，我们会有31万份，同时我们使用的面额会有50块的小面额。台中市长罗秀燕呼吁讲，中央的5倍券也未印刷，应该甲名额上细200块，改做搁较细名额。另外，家己市搁加发2000块的现金，考虑即嘛是共同生活款。家己县议会嘛审查通过，要求要缀咧办理。县长洪忠良表示，即嘛财政有困难，毋过会提出其他优惠进行的方案。嘉义市是零负债，我们是负债151亿哦。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乡亲可以体谅。那实际上确实有困难啊。一个便当不超过100块，一杯饮料也不过几十块。可是如果最小面额是200块的话，那不利小摊商、小商家。配合中央的进行方案，各地方政府是推出无同款的活动，都是希望会当带动地方产业会当赶紧复苏，嘛倾向甲名额会当变较细，来带动点心店、店头、商圈等等的经济活动。若效果安怎，还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咱甲乡亲斗阵来去现报纸，先来看《自由时报》。股市工厂警示的新制度，昨正式上路啊！集中的市场计共有12档的个股，因为当冲的比重超过60%，红列做是注意股票。点头的市场是有7档。来看《联合报》，7月份的景气信号连续第6届来到红灯，外界就预期讲8月份这灯号可能会降做是黄红灯。国发会就表示讲，下半年各项指标的成长率虽望有较低，不过对整个国内的景气也是真乐观。来看《中国时报》。台北捷运即阵要提升这个捷运人流的管理系统，乘客只要对无共色彩灯号，就通知影讲车厢内底到底有偌客。不过，这套系统即阵简单放南线甲文湖线有到，打算每年3月份就通全线启用。来关心越南走私入来台湾的肉品，去互验出有非洲猪瘟。昨呢是个验出有4件是有非洲猪瘟阳性反应的案件，其中一件是伫咧烟肠内底有检到，内底即阵阁有可能有活的病毒。农委会就宣布讲，对8月30喷桶袂使送去饲猪场，也若9月份开始也袂当用喷来饲猪，希望会当度过这波危机。相关单位继续来追查越南非法走私的猪肉制品，而且非洲猪瘟阳性案件新增加4件，总计到10件。其中1件是伫新北的南口所查到的灌肠，亲像有这款的青肉内底就进入可能存在活的病毒。这个病毒都很可能是还活着，这个危险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即阵全台湾来清查，查出高风险走私猪肉制品。农委会表示要全面来销毁，为了阻止病毒在畜牧场以外，对8月30开始停止这个喷入场，9月7日到30暂停用喷来饲猪。农民该用饲料，每一只补助差价500块。那转型未来卖饲喷，每一只是补助2500块。无马上来禁用，是要让农民有时间来气化这个喷。如果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那会更是灾难一场。你那1200多吨的厨余要跑去哪里？如果跑去到我们的野外，那不是造成另外一个风险吗？非常的时期，喷袂入去饲猪场。环保署表示，餐厅甲学校这事业单位依照原有的方式，交由清除的业者来处理。业者再送到各地环保局所指定的场所，运费全部来补贴。一般民众会使继续交予清洁队，也是家己弃伫个垃圾桶，也毋过请民众爱配合处理。如果一定要把它排出的时候呢，能够先沥干至少让这个厨余的体积容量可以减少。那沥干之后，再交给我们的清洁队。
农委会也提出罚则，若是违规甲喷送到饲猪场，相当罚100万；若是饲猪的人偷用这个喷来饲猪，相当爱罚300万。即阵政府要甲这个病毒阻绝在饲猪场以外，消费市面上才走私的猪肉制品，边境的防线该布起来。接下来这个月将是观察期，若无伫这发病，才有法度确认甲风险降到上低，度过这波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阿富汗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呢27日表示，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自杀炸弹攻击事件，这自杀炸弹客简单一个人，也那爆炸呢就发生伫咧机场附近的艾比门。美国的国安顾问小组伫咧向拜登报告的时阵就警告，讲未来这几天才是美国特例任务上界危险的时阵。喀布尔有可能会阁有突袭，甚至是攻击的事件。美国的任务指挥官也已经规划要回击伊斯兰国分子的行动。阿富汗的喀布尔国际机场日内发生自杀炸弹攻击，造成13位美军在内超过170人死亡。国安小组27日咧对美国总统拜登简报时阵提出警告，接下来几天才是特地任务上危险的时阵。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he president met with this morning advised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that another terror attack in Kabul is likely, and they are taking maximum force protection measures at the Kabul airport an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our forces as a result. 北京强调，原本定30日进前完成特例的任务计划无改变。另外，任务的指挥官也规划要回击伊斯兰国分子的行动。甲拜登日内的谈会，讲要报复的讲法可行。针对这件炸弹攻击事件，美国国防部27讲，自杀炸弹客只敢一个人，爆炸也只敢发生伫咧机场附近的艾比门。I can confirm for you that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second explosion at or near the Baron Hotel. That it was one suicide bomber. 美国国防部讲，伫过去24点钟久，全世界总共有89台厝的班机，特地一班2500人，包括西班牙、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特地行动拢已经结束。同时，意大利派部队驻守阿富汗20年的任务也结束。È portato in soli 14 giorni. In condizioni difficili 4.890 cittadini afghani, tra cui molte donne e bambini. Abbiamo fatto il massimo e nel pomeriggio è partito anche l'ultimo C-130 con a bordo i militari italiani che sono stati impegnati in questa operazione, la Joint Evacuation Task Force. 因为摕特殊签证的阿富汗的民众人数真多，美国国防部新增加3座军事基地收容。国家进前已经规划3座基地，6个所在总共会当容纳5万位阿富汗的移民。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也那联合国的秘书长也有国际社会是拢谴责喀布尔机场的这个炸弹攻击事件。也那激进组织 ISIS-K 是对外宣布讲，这件代志就是因做的。因讲因为呢，塔利班甲美国有签和平协议，认为讲是反背教义，所以才会出手发起这件恐怖攻击。喀布尔机场2站自杀的攻击，造成美军甲阿富汗人员的伤亡。激进组织 ISIS-K 讲是因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是严厉来谴责。First of all, I'd like to expres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way my total condemnation about the horrific terrorist attack in Kabul. To send my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all those that perished. 澳洲总理莫里森相关谴责这摆恐怖攻击，讲这个有标的主事者是奥布林都伤害无辜甲勇敢的人。英国首相强生是讲这场恐怖攻击非常的野蛮，不过表示袂影响英军撤离的进度。We condemn them. I think they're despicable, but I'm afraid that there's something that we've had to prepare for. It isn't going to interrupt our progress. We're going to get on with this evacuation. 德国总理梅克尔讲，这场攻击真恐怖。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喀布尔情势急速来恶化。日本国防长官加田胜信是表示，这次阿富汗情势多变不可预测，不过甲美国这盟友来合作，继续进行撤侨的行动。I think that given the success of the ISIS bombers today, you can expect more attempts between now and such time as the Americans depart the airport area for good.
讲即摆恐怖攻击是因做 ISIS-K 全称是呼罗珊伊斯兰国，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伫阿富汗甲巴基斯坦的分支，甲即阵入驻阿富汗的塔利班路线无啥共款。ISIS-K 认为塔利班甲美国来签订和平协议，反背即个教义。即摆恐怖攻击，因讲是当时去掠到塔利班甲美国。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咱来讲，今年5月13到5月17，全台湾无场无池，全大跳电。因若7月27，核二厂2号机也跳掉，小连续有3件电力事故。经济部已经定调讲，这是人为疏失。经济部长王美花昨就公布听发的结果，相关层级的包括台电的董事长杨伟虎，也有总经理郑炳利，拢因为无好好监督，有记一支大过。这3次的事故呢，除了现场的操作人员、相关电厂的主管有相应的惩处之外，那主管工程调度、税收排程、需求面管理以及核电厂的4位副总呢，有2次申诫到记过不等的处分。那杨威福董事长以及钟炳利总经理呢，则必须负起督导的责任，各记大过1次。因为按照我们的鉴定报告，是认为台电跟这个承包商呢是各负都要负责任哈。那台电一定会跟承包商求偿，那大概是以2个各有相对一半一半的责任。王美花表示，讲呢5月13是人为疏失，5月17是气候变迁加上讲欠水所造成的，7月27核电厂2号机跳掉，有员工失角擦所以才造成，计共有25个人去互处罚，会记新界2届到1支大过来做处罚。今日咱来讲，进前有渔船走私一寡品种鸟，高雄的检方即马是继续伫咧追查，发现讲是高雄的燕巢有一位姓林的业者，检方就讲伫咧即个林姓的即个业者本身伊有养殖场，发现讲内底有20多种这正高级的品种鸟甲品种狗，而且佫查到有65首的走私分，即马已经收押禁见。便若有人挖过，人内底狗仔就一直飞。即间伫咧燕巢区角宿路的宠物养殖场，2日警方去搜查，甲姓林的业者带转去侦讯，尾手是收押禁见。原因甲顶一日去互安乐死的154只走私的鸟有关系，因为高雄地检署追查发现讲，即个姓林的业者甲涉及走私鸟仔姓郭男性有联络，而且就爱3只鸟仔装一人才有够利顺，嘛收过对方传来走私用的存仓的相片，所以认定伊涉嫌重大。根据关键的对话记录，锁定一名宠物业者涉有重嫌。至于林姓被告所经营的宠物养殖场，现场发现有20多只犬猫及65箱香烟。检方表示，现场查到20多只虎头犬类珍贵的狗仔，还有猫仔，另外还有65箱的走私分。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调查来源，不过下晡去养殖场的时阵，并无看到内底有人。在地人表示，这间养殖场设立伫遮2年多，有当时会看到一寡青训人来遮。他们那边有时候都聚集蛮多人的。有听说，因为他们养这个宠物的，在他们业界也就是有声音出来，就是说他们跑这些走私的。农业局表示，27中昼去养殖场并无人来开门，还佫另外约谈业者。这间养殖场有合法的宠物许可证。因若检方查到的狗仔甲猫仔，敢是走私入来台湾的，也搁来调查。目前这狗仔甲猫仔先暂时安置伫咧养殖场内底，等查明来源了后，再搁讨论要安怎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台湾的这个体操选手张家宏，伫咧东京奥运的体操项目摕到第7名的成绩。除了伊本身家己真拍拼、真骨力，其实背后也运用真侪运动科学。这回来看，咱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是安怎透过遮尔侪的机器，还佫有这个科学的数据来互选手提升表现。
体操选手陈家宏有单杠空中转体水开的落地。陈家宏伫2020东京奥运摕到体操专项第7名的好成绩，背后的运动科学是真重要。亲像绑伫腰部甲骹腹的惯性感测器，会使精准掌握选手的动作，帮助改善选手的落地姿势。像老师他在操作陀螺仪，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嘉宏的转速必须要达到多少的水准，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落地表现。老师都会给我很直接的数据跟量，就是可能每一次不一样的差别这样，然后我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可能2次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我自己本体的感觉这样。训练的时阵，嘛会透过使用这台离心机器来提升骹腿的力量。单杠体操比赛的落地时，姿势会影响分数的判定，而且选手的骹腿嘛会承受真大的冲击。嘉宏的强项是在单杠，那上肢的部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现在落地的地方，因为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扣分所以通常我们会希望透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去强化它的下肢肌力。那个冲击就是必须透过那样离心训练的方式呢，能够让那个肌肉去适应。所以离心肌的训练可以让它的那个下肢肌力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冲击。翁树宏讲，陈家宏2019年的落地只有30几%是完璧成功，透过运动科学的帮助，即摆已经提升到70几%。另外，体操的规则每4天会做修改。陈家宏讲，即摆嘛开始新规则的相关规划，希望伫2024巴黎奥运继续打拼。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甲观众朋友斗阵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主要拢是多云好天，咱斗阵来去看云图。东南部呢，甲恒春半岛这雨会落小可，也若过到中南部甲其他地区山区也会落西北雨。另外，伫咧花东、湘北、高雄、屏东地区，这中到上高温有可能会到黄色的警示，请观众朋友着爱特别注意，唔好去拍照。来关心下半部各地的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伫南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金门、平阳、马祖26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